来看，陆委会进前表示讲，澳门政府要求咱国驻澳门代表处的人员，得爱签一张新律师，因为咱拒绝，所以人员无法度去澳门接任务。代表处目前只剩2个陆委会工作人员。陆委会是表示讲，上摆的拍算就是铁管。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今仔是呼吁讲，爱以保障台湾人的权益优先来考虑，无希望讲行到铁管一步。己的作为，那我方也会做最坏的打算，到时候一定会冲击到台澳的民间交流。8月初，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讲，针对咱国驻澳门办事处会做上摆的拍算，因为澳门政府坚持咱国派驻新的人员申请签证的时阵，都爱签一张新律师。不过咱这边是无法度接受，地属办事处目前敢若剩2个陆委会人员，甲14个当地请的员工。如果说最后演变成要被迫撤管的话，我想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尤其是可能也会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在澳门地区或是港澳地区这边的权益会有受损的情况。有风声讲，陆委会有研究2种处理的方案，头一种是香港的模式，亲像咱国驻香港办事处同款，透过当地请的人员来协助运作，或者是考虑直接把这个办事处拆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很多驻澳侨胞台湾国人的服务，也会影响了台湾跟澳门之间的各项不管是商务、观光、文化、教育的交流。呼吁中方不要用这种恶质的这种政治压力的来赋予我们的驻外代表处的人员。驻澳门办事处若是拆掉，咱国伫当地国有财产澳门国父纪念馆，因为是历史古迹，袂去互拆掉。嘛按算请当地员工依次开馆运作。根据了解，即马伫澳门有设领事馆的国家，敢若剩葡萄牙等等少数的国家。咱国的若是拆掉，澳门的地位是会比人愈来愈细汉。而且咱国对澳门的贸易额，去年敢若1亿美金，就算无甲因做生意，影响嘛无大。记者综合报道。